这个虎霸潭的意外，最后一个刘小妹妹总算嘛找到了。继续来看，嘉义东石是咱国内蚵仔上大的产地，但是即马出现着人口老化的困境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再去到2个渔港去视察，当场来承诺要补助经费来改善着生产的环境。现场嘛有蚵仔农来တင်情，讲台湾的蚵仔面临着越南进口的压力。从国外进来的牡蛎对我们国内产业的影响，或是所谓的洗产地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的蚵仔的这一个产品要清楚的标示，所以我们会来跟卫福部食药署讨论，针对尤其是包装食品，当然就是要标示产地来源国，散装食品也一样要来做标示。蚵仔农来တင်情，讲中国的蚵仔照到越南，用洗产地方式进入到台湾，唔拿来冲击到蚵仔农的权益，嘛恐惊会将做防疫的破口。陈吉仲讲会赶紧来处理。另外，针对着东石乡的望寮甲白水湖渔港，需要吊蚵仔机来辅助渔民作业。陈吉仲嘛当场来承诺，讲会补助这2个渔港，分别1500万甲1100万。